歡迎大家再次收睇馬迷智頻道。3月22號打比大賽圓滿結束，今日我哋馬迷智嘅心水都唔錯。打比大賽由白鹿金剛成功輕鬆取勝，練馬師廖康銘將呢匹馬嘅狀態喺呢一場推到極致。跑第二嘅數字天文雖然掌握住個步速，喺末段嘅時候都唔能夠頂住白鹿金剛嘅衝刺。希望白鹿金剛健康狀態可以維持，幫香港喺國際賽事爭光。今日有匹馬值得留意，亦都會提供嚟緊星期3嘅心水，記得由頭睇到尾啊！馬迷智嘅成立目的係同廣大馬迷分享一啲揀馬心得，一齊以小博大，刀仔鋸大樹。如果中意我哋嘅分析，就記得訂閱啦。第一隻出場嘅心水係第6場4號喜慶寶，今日佢排住7檔起步，出閘嘅反應都相當之快。前面巴基之勝霸住條欄，所以喜慶寶沿途都要喺2踏嘅位置度競跑。好在頭段嘅段速都相對比較慢，所以喜慶寶都可以輕鬆喺前面嘅位置度跑。轉正入直路嘅時候，前領佢嘅巴基之勝壓力都相當夠，放亦都有。但係喜慶寶實力非凡，雖然末段100米仲有少少嘅內閃，但係最後騎師何澤堯輕鬆策騎下都贏過幾馬位，能力非常厲害。另一匹嘅心水推介就係第9場12號嘅都靈判星，今日佢排住7檔起步，出閘嘅反應就普普通通，見佢沿途都有少少嘅搶口，走勢都仲係好幼嫩。轉正入直路嘅時候，雖然見到騎師巴德禮盡力策騎，但係見到都靈判星跑落去都唔係好灌注，相信呢一匹馬要睇多1-2場走勢先可以再投注啦。深立演藝特約上仗有好嘢，今日有匹馬出閘漏閘，轉彎又蝕位，再加上違反咗佢一貫嘅前置跑法，到最後都可以輕鬆勝出。佢就係3場9號沈集成馬房嘅線路英雄。線路英雄排住7檔起步，唔知點解起步又慢一慢，導致失位甚多，所以騎師楊明倫只能夠安撫馬嘅情緒，將佢留喺後面嘅位置度競跑。唔知係咪馬匹出閘之後嚇一嚇，令到沿途走勢都唔係好穩定，轉入直路嘅時候都蝕位無數。不過都無可厚非，皆因前面成堆馬塞住，對於一匹出閘 upset 咗嘅馬匹嚟講，拉出去衝會比較合適一啲。到最後300米領先嘅嘉應騎兵仲猶有餘勁，線路英雄追咗差唔多200米都好似冇乜進展。原來前置嘅馬匹末段嘅時間都做得好快，好彩線路英雄更加勁，末段做到21秒81嘅極速時間。今場形勢對於佢嚟講係非常差，咁樣都可以贏到，今日應該仲有幾場頭馬交出。以往大戰過後都要停幾個賽事先有實力明顯比較高嘅馬匹再出，皆因呢啲實力馬大部分都速銳一擊，打算喺大賽日威威。不過今次打開個報名表，出奇地都有實力馬可以推介俾自由們。呢兩匹並唔係咩明星馬，睇賽績佢哋都唔算係好起眼。不過我覺得陣上表現未好穩定，全因為佢哋未係好成熟所致。點睇一匹馬是否遲熟？我自己有2大範疇去睇嘅。第一就係睇馬匹嘅出生地，第二馬匹陣上嘅姿態係點樣。第一點就比較簡單，只要清楚知道馬匹嘅出生地係南半球還是北半球就可以啦。喺馬會嘅網站就可以揾到馬匹嘅出生地，好多時會見到出生地係澳洲、紐西蘭，呢啲係南半球出生馬，一般係比較早熟嘅。若果出生地係歐洲地區，例如英國、愛爾蘭，呢啲北半球馬一般就比較遲熟。第二點就要睇下馬匹喺陣上嘅走勢，先可以知道馬匹嘅成熟程度。我自己就有少少嘅統計，早熟馬一般3歲開始就有表現，遲熟馬咧就可能要去到5歲先有表現啦。自由門跑馬嘅時候，馬匹出生地都要留意一下㗎。今次我哋馬迷智頻道推介嘅2匹馬，我個人認為相對嚟講都比較遲熟嘅。雖然第一匹推介馬匹出生地係愛爾蘭，本身都應該會遲熟一啲，但係上一季4歲嘅時候都已經有2場頭馬交出。上季一度降落5班，上翻4班辛辛苦苦先贏到2場嘅頭馬，以為佢嘅里程都差唔多，點知今季喺4班贏多2場，鐵證咗佢呢匹5歲愛爾蘭馬先開始踏入全熟期。佢就係將佢列陣3班1650米告東尼馬房嘅加州活力。上季未完全成熟都可以有2場頭馬，今季492場次，加州活力所做嘅末段時間出色，贏馬姿態相當輕鬆，相信初上3班競逐可以孭到輕磅，有力再突破。加州活力排住9檔起步，出閘嘅反應都好快。由於本身佢用開後上嘅跑法，所以騎師潘頓就慢慢將匹馬留喺後面嘅位置度競跑。好彩潘頓都順利幫加州活力揾到2踏有遮擋嘅位置跑，頭3段都算係慳到啲位。可惜呢一場嘅段速就比較慢，而加州活力留喺後面跑就會比較蝕底。轉彎入直路嘅時候，由於段速偏慢，所以前面成堆馬就塞埋一嚿。騎師潘頓就無可奈何將匹馬拉出最外檔路衝，因而蝕位無數。喺咁樣嘅情況底下，能力低啲嘅馬匹都會冇力上前，但係加州活力居然可以做到超凡嘅表現，末段居然做到22秒25嘅極速時間，足足快過標準時間秒幾。今次雖然初上3班跑，對手已經完全唔同，但係加州活力今次負磅輕咗好多，加上今季處於大熟期，相信連捷在望。利時標行特約
投注錦囊。第8場嘅心水，我哋要8號、加州活力、 7號、靈燈、 1號、一起美麗。另一場嘅心水，呢一匹係南半球馬嚟嘅，今季係第2季喺香港上陣，已經有2場頭馬交出。第一場贏咗之後，我仲以為佢會連番數糊，但可能因為騎師配搭上面嘅問題，令馬匹未能好好嘅發揮。直到上一場486場次，由幫佢贏開嘅布文再次執韁，結果順利再贏出。佢就係嚟自方家柏馬房，將佢列陣4班1650米嘅堅多福。佢第2場嘅勝利，沿途走位都非常順滑，已經遠比之前落敗嘅場次冇乜搶口，走勢相當灌注。相信佢嘅最佳拍檔布文今場已經唔可以再為佢執韁，但因佢呢一場係負最輕磅嘅，布文就一定做唔到磅。雖然由第2位騎師主理，但佢上場嘅贏馬姿態非常輕鬆，就算上到4班跑，贏馬機會都相當之高。利時標行特約投注錦囊。第4場嘅心水，我哋要12號、堅多福、 8號、百心之星、 1號、本領非凡、 6號、爆出美麗。仲有一個小提示，我哋馬迷誌而家開通咗會員頻道啦，有興趣嘅摯友都不妨成為我哋嘅會員啦。會員權益包括有備忘馬概覽、每天跑道形勢概覽、賽日精選心水，希望各位多多支持。最後都希望馬迷們幫我哋點讚、訂閱、撳埋個鐘仔，接收我哋第一手嘅資訊，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集思廣益，作深入嘅賽馬交流。最緊要就係分享埋俾你中意跑馬嘅朋友啊！祝大家贏多啲，我哋下集再見。